直到遇见你，前方白旗。这下可糟了，日神和夜神同时下界了。此事日后再说，他2日司职日夜，不可同时下界。我趁赤阳不在才办了这野远大会，若是被他发现，还不得扒了我的皮？咱们速速下界，将他们带回来。小心！白绝，你不是回去了吗？我带你离开这里。天启神尊，小老儿这回可帮了你大忙了！哇！嘿，这里怎么会有暗示啊？不过是个迷幻阵法，看起来像是普华的手法。此阵阵眼是以桃林而布，若是硬闯，恐怕会毁了桃园林。不可，月迷最宝贝他这块林子了，若是被毁了，他一定会骂我成千上万年的。算了，左右也不过是困一会儿。若是恶作剧者发现被困的是我们，定会为我们解开的。你入定了？反正无事可做。可是我还不会入定，我怎么办啊？你可以小憩。万一我们被关上1、2个时辰，我会无聊死的。陪我聊聊天。本尊不喜闲聊。你要再敢戏弄本尊，本尊不介意再惹你生气一回。那你就试试啊！直到遇见你，前方白旗，等下一世晨曦。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就是故意的。我不是。本尊好战不竞技，你知道的。怎么这么快就给我解开了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就你这点小把戏，待我再多修炼些时日，我自己就能打开。我且问你，你为何要将封印魔尊的手功让给我？你这么聪明，猜一猜啊？我偏不。幼稚。不入定了。某人太吵，